又一城朝聖，果粉們衝啊！日日捱更抵夜，排坐食燒鵝，仲要打埋 Samsung 小人添，為嘅咪就係呢一刻咯。冇 iPhone 5，冇大特價，不過有嘅就係呢件想買都買唔到嘅限量 T 啊！蘋果雖然今次冇講到有幾多件 T 剩，不過肯定嘅係未到下晝就已經派晒啦。排第一位嘅係呢位叫 JJ 嘅果粉，佢前一晚已經到咗噶啦，佢仲着埋上次 IFC 開幕嗰件 T 添。好多人以為呢間鋪一眼就睇晒，但其實入到去轉個彎，仲有另外一個世界噶。你睇下，連小朋友都嚟玩 iPad 啊！唔通佢爹哋都想訓練佢做果粉？你爹哋帶你嚟㗎？你爹哋咧？食嗰度。嚟呢度嘅仲有呢對蘋果嘅情人。你平時係用幾多係蘋果 fans 嘅？都有係啊，都有。即係買咗蘋果幾多嚟一年？買咗7年。哇，7年！你有咩 phone？我有3部 MacBook， 一部 iMac， iPhone 每一代都有。OK，iPad 都係每一代都有。2G 跟住又有啦。係啦，係。OK，咁你呢位你有冇用開Apple phone？有。你有冇用佢咁耐啊？我都係3年。係咪因為佢用 Apple 所以先至？關事。同埋呢對蘋果姊妹花。仲有，呢班嚟自日本嘅朋友。爭就爭咗在韓國班朋友冇嚟到Gangnam Style添。嗱，話是話，雖然開鋪係好開心，不過其實今日都有大輸家㗎。你睇下，就係呢班頭耷耷搏開鋪有得即場買 iPhone 5嘅人咯。得啦，知道你慘啦。唔到 iPhone 會唔會好失望啊？咪